获得了就是菩萨同等的这个功德啊，就是获得菩萨同等之功德，就是这是第3个小课班。此人三德，生属名；此人三来人众生，此人不久当成就，如彼普现菩萨行。那么念普贤行愿品的这个人呢，他就是善得了这个圣属名。念普贤行愿品的这个人呢，他已经就是善来在这个人当中，就是他在人当中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运气啊，他的这个生命各方面就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不久的将来会成就就是普贤菩萨一模一样的这种大愿心。就是这个宋词字面上这样的，也就是说呢，就是平时就是念普贤行愿品、书持普贤行愿品、听书普贤行愿品，或者说是这个读诵就是读诵和观想思维这种人的话呢，他是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应该说是他的这个生命是最殊胜的、最有意义的就是他的命呢，就是应该是很好，他获得了这个人生，听闻呢就是大乘这个佛法，并且呢，就是这个人呢，就是他的这个生活呢，就是并不是现米养活的，而是应该这个具有，不管是从因方面，就是从果方面，各方面就是向来的话呢，它就是具有就是一定的这个意义和价值。就是所以呢，就圣庶民，就是他不是劣庶民。就我们实践当中的有些庶民的话呢，还是很可怜的他活着的是没有什么就是多大的意义，对社会、对人类、对自己、对家庭，就是都好像确实是他就是这个人生呢，就是一定都是就是不成功的就是不是这个很成功的。那么这种人呢，就是你获得了这样的这个人生呢，实际上是并不是这个人中就是三来人中生是三来人中生是在人当中的话呢，就是最有福报的最有这个长久的就是一切这个就是所想呢，就是如愿以偿的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长寿具有这个财富相貌端严就是无病等等，就是这些是在人当中是最大的这个福报那么如果这个念诵这个普贤行愿品的，那么他的这个人生，哪怕是他活的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佛本心经当中呢，也是讲过，就是说是这个若人寿命满100年就是说是这个愚痴心很散乱，就是如果有些人已经这个活了这个100年，但是他很愚痴的，就是心积极散乱的，然后有能智慧即参等一日活住生必长就是生必长。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有些人呢，就是反过来说，就刚才有些人是已经活了100年，但是这个人呢，就是非常愚痴的，就是整天都是浑浑噩噩的，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意义的。但有一些人呢，就是就有智慧、有禅定，就像亲友书里面就是所讲的一样的，有戒律和智慧。那么就是有禅定和有这个智慧的话，哪怕是这个人活1天的话呢，就是有意义的，就是比他这个长寿，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修持的是完全是有意义的，就是所以跟前面的人就是比较起来就这个什么这个佛本心基金里面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就是什么就是一日活住生必长，就是比如说这个有些人呢，就是聋哑，就是那么就是也是这个人生呢，一点都是没有意义，就是没有机会就是听佛法的，没有机会就是见佛道的。但有些人呢，他虽然过了100年，也是没有意义的。然后有些人是已经有闻佛法的这种机缘那么这种人呢，就是也是就是远远就是超过这个前者。当就是你们方便的时候都看一下那个佛本心基金佛本心基金里面有很多我们现在这个人们的这个生活跟这个或者是有意义和无意义方面呢，就是比较的特别这个清楚我也有时候确实有这个感觉就是看到现在实践人们呢，就是有时候天天的是杀生，天天的是害这个众生那这些人呢，就是不如就是早一点就是离开世间的话，可能就是好一点，当面不敢说而已，就内心当中的话呢就是确实是这样这个好一点。如果你在这个念普贤行愿品
就经常就是这样的。我的那个老母亲就是有时候她说，她经常有时候说，哎，你们这些人会不会离开人间？离开人间的话，不如这个，我就提早这个死了好，就是我就经常安慰她，你至少也是每天都是念一遍普贤行愿品，就是那这是一天如果能念一遍普贤行愿品的话呢，那就是活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你不要这么消极，就是你会长寿的，就是经常有时候我就当面就是说一些，我内心当中也是这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他是心持善法的人呢，活一天也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对他来讲是有意义的。他死了以后不一定有个好的什么，有些人是早一点就是完结了，好一点就是像离开世间，但离开世间有没有报我，就是很多人都可能没有这个报我，没有报我的话呢，可能人间是应该是最美好的、最美丽的这个净土啊。你离开了以后的话呢，不知道你前世的业是什么样的，也许让你投身到就是连自己的这个手脚都看不到的一个黑暗的这个州里面去的话呢，那就是可能更可怜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个非常的这个幸运的遇到了这个佛法就遇到佛法。但世间人很多人他不这么认为的，只要是好像就是眼前的一些东西，他真的有一点成功的话呢，他觉得就是活的是有意义的。如果这个没有的话呢，就是好像就是早一点就是离开就是结束生命这绝对是一种选择。其实这是一种愚扯的做法。所以我们这个念普贤行愿品的话呢，那么这个神明他的这个命运是应该是很好的。我们不断的这样修持的话呢，不久的将来呢，一定会是就是像这个普贤菩萨呢，就是在因地的时候所发愿的就是10大这个愿就是全部都是这个意义这个成就的。我们也如此发愿的话呢，种什么样的这个种子呢，就是会得如是的这个果，这是一个自然这个法则和自然规律，就是应该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佛陀的这个金刚语，相信就是诸位这个前辈大德的这些这个深深的这个窍诀。同时呢，我们自己也应该有信心一定要就是修持。其实修习大乘佛法呢，需要有一种这个毅力和有一种顽强的这个决心如果没有的话呢，2天大狱3天色亡，或者是这个3、4天的一种暂短的这种修行的话呢，就是确实也就是做不了这个事门。现在我们极个别的有些道友的话呢，今天只要到这个道场，就是看看就是到底佛教是什么样，然后这里也没有修成什么，又到另一个道场这里也没有什么感觉，到处都飘来飘去，结果就自己一点的是就是毫无这个所得，就什么都没有得到。其实这个最关键是自己应该就是人要稳重修行的过程当中呢，的确也是先你这个通过各方面来选择、观察、依止善知识，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然后你最后这个选择以后的话呢，最好不要变来变去就像我们实践的也是一个造一项工作很不容易的，然后造完了以后呢，又换一个工作，又重新就是过一个新的生活。你这样做来做去的话呢，人生有多少个几十年呢？就我觉得，世间的一个成功的事情的话呢，就是起码也是需要就是很多年以后呢，就是才有这个效果的。我们佛教的话呢，就是更是自己在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应该自己要坚定下来，就是不要就是飘怎么说就是一种这个就是一直这个飘荡就是飘荡，就是有个别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可能。主要是内心当中心没有融入法的话呢，到哪里去也可能是这样的。如果心融入法的话呢，不管是一个婆庙当中也好，一个没有任何名声的一个善知识面前的话呢，就是他已经得到了就是这个心灵的境界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不需要就是到处都去这个游荡就不需要就是去到处都去游荡，应该做自己最后就是非常这个坚定的去这个修行。所以我们。这个念普贤行愿品的话呢，就是大家以后就是应该一想起这个功德之后的话呢，就是应该有一种就是坚定的这个信心，就是有生之年当中呢，就是不会退转。我想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的话呢，基本上是已经念了就是20多年的普贤行愿品，那这个以后的生命当中，他会不会舍弃呢？就是绝对不会这个舍弃的。我相信很多人是这样的，还有极个别的一些就是刚刚这个皈依的、刚刚出家的。
刚刚这个就是学佛的，就是这种人的话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今天说是普贤行愿品很好，就是然后等一会儿下完课的时候的是马上要念一遍的，就是很难说，就是哇，就是功德很大，我一定要念一遍的。然后再过1个月以后的话呢，就跑之老后就是我要选择我的新的这个光明之道就是然后呢，就是把普贤行愿品就是供养给自己的这个传承上师。包括法本也是这个供养，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有点这个，也许这个上师呢，就是如果心比较狭窄的话，看到你的法本以后的智慧昏厥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不希望呢，就是看到这样的，应该就是长期的这个修学就是这些都是就像我们实践当中的，比如说金子的话呢，就是不管到哪里，就是它没有什么这个变质的这个现象就是在来自我们这个现在的时间存在的话呢，那我想是不要说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也是我们学了这个净土三经的时候呢，就是还是极乐世界也是金子是还是很值钱的，就是一直是最重要的这个七宝当中也是站在主要的这个位置。那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就像是这样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经当中的话呢，那么它是很重要的，什么样的这个身份的人都可以学，学密宗的人，学华严宗的，学禅宗，学净土宗，什么样的这个内容都是包括在里面，就这我们也应该看得出来，就大家都应该看得出来，就是所以呢，大家在小的一些这个分歧上呢，就是也没有必要，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分别念，就是一定要一心一意的去这个修持法门。